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：烧饭才有剩，烧抢才无份。伊的意思是讲，若是大家烧娘，毋但大家拢有通食，阁会有剩；若准用抢的，有的人就无通食。这嘛是伫劝人毋通伤计较。人就是因为爱计较，才无愿意烧娘。若甲计较换做合作，安尼人就会较欢喜。就亲像有人举一双2米的猪，根本无法度食物件。毋过，若2个人互相帮忙，你饲我，我饲你，就2个人拢会当食甲足欢喜。这就是伫讲，烧饭才有剩，烧抢才无份。以上感谢收听。